祝隆中兄弟姐妹平安健康快樂。嗱，切家地理下嘅日子，世界嘅經濟唔係咁容易，樣樣在世間裏嘅禮物會變化，會變安苦。嗱，而嘅經濟都講切家地，在呢個二地摩地三地一節咁樣講到。嗱，呢下最尾嘅日子有樣按後嘅日子了，未來按到苦苦嘅事。嗱，聖經都講切家啲了，你下每嘅日子，為來按到苦中，才是家嘅生活，才人類世間你喺度按到各樣嘅苦中，為來到切家嘅面前。嗱，然後呢，一月哥林頭15、58咁樣9把切家，因為到家人兄弟姊妹愛寫嘅講，你係基本嚟冇交通，用功勤勤做主嘅工作。嗱，係咪嘅基本啊？冇交通啊，切家嘅心中冇交通，對付熱切一世間裏邊發生樣樣嘅苦衷，為嚟到自己生活。切家嘅信心又冇交通，信心又係強係本。嗱，為到切家在隔上帝親密，唔為浪費，係講切家要用功嚟隔上帝親密，勤勤嚟簽主呢個時間，簽上帝嘅唔為浪費係。熱天切家有心中的本，信心的有強，讓講切家在勤勤來在上帝裏面來親上帝，隔上帝親密。嗱，人班人切家嘅心有本啊，信心也有強，唔係有同啊。嗱，今日要講切家啲，在呢個詩篇62第2節樣講切家啲，單向懇求上帝，切家得到天。嗱，樣講切家係勤勤嚟懇求上帝，嚟禱告嘅上帝，嚟親密嘅上帝，為了切家嘅心中你得到天，心中你得到天，我相信切家嘅信心唔係有同，心中也唔係有同，對付熱切一世間你嘅苦衷，各樣嘅事嚟到切家嘅面前，按到經濟唔好嘅工作也難簽，應該講厲害係咪啦？樣禮物嚟起家應該講，係講切家要懇求上帝。切家嘅心中得到天，心中你聽嚟講，上帝能夠快樂本切家。但係呢，因為到呢個詩篇62第3節樣講切家啲，單向佢上帝係切家嘅憑實，係切家嘅救主，切家嘅生寶，切家唔係有同。嗱，係咪意思呢？係講上帝做切家嘅憑實，而是憑實係講意思佢強嘅、穩嘅。嗱，切家聽到佢懇求佢。切家聽到本咧，聽到強嘅主，熱天切家要得救，因為到佢大家通睇，佢幫助切家，佢帶切家出一各樣苦衷嘅問題，帶切家去過，得到心理田，切家話唔係有同，信心話唔係有同，心中又唔係有同，因為到佢切家嘅憑實，因為到切家懇求佢幫助切家，佢大家通睇，主祝福大家，阿門。